各位大家好，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公主日記》梅格卡波著，有子譯，賣座電影《麻雀變公主》原著小說。9月23日星期二，有時候好似我呢一世唯一會做嘅事就係講大話。我媽媽覺得我太壓抑自己對呢件事嘅反應，我同佢講，冇啊，媽咪，我覺得咁樣真係好好，只要你鍾意我就開心㗎啦。媽咪講，我覺得你冇講到實話。然後佢交咗呢本日記，佢講佢希望我把自己嘅感覺寫喺呢本簿入邊，因為佢認為我好明顯咁冇辦法同佢討論嗰件事。佢要我把感覺寫落嚟，好，寫咪寫咯。我唔敢相信佢竟敢咁樣對我，好似仲有人唔知道我係個怪胎咁。事實上，我係全校最怪嘅人。我嘅意思講，等我哋面對現實啦。我5尺9寸高，平胸，而且係新生，咁樣仲唔怪呀？假如呢件事俾學校嘅人知道，我實死緊㗎。冇錯，死硬啊！上帝，如果你真係存在，拜託你啊，千祈唔好俾呢件事發現啊！如果佢哋知道咗，咁就大件事㗎啦。曼克頓小港都有400萬人啦，就算有一半係男人好啦，大概有200萬。喺呢200萬人當中，佢點解係要同吉老師出去啊？佢就係唔能夠同一個我唔識嘅人約會啊？唔能夠揾一個喺達哥斯提洛超市或者去其他鬼地方認識嘅人出去咩？真係佢一定要同我嘅代課老師約會。多謝啦，媽咪，真係多謝你啊！9月24日星期三第5堂課，莉莉講，吉老師真係好型啊！係，冇錯啊！假如你係莉莉莫斯可維茲，咁佢真係豪哥。如果你嘅代數就好似莉莉一樣，佢係好型啊！但係如果你似我一樣把代數搞垮，咁佢都唔係好型啫。如果佢每日放學後都要你由2點半留到3點半，咁原本可以同朋友去行下嘅你，必須獨自練習代數運算法則，咁佢有幾型啊？我一啲都唔覺佢型。如果佢打電話要你媽咪嚟參加家長會，討論你嘅代數成績點解唔合格，然後約咗媽咪出街，咁佢更加唔會型。仲有，假如佢將個舌頭塞入你媽咪嘅嘴入邊，佢更加唔型啊！我唔係真係睇過佢哋做呢件事，佢哋甚至仲未開始約會，而且我想我媽咪先唔會喺第一次約會就俾人哋個舌頭塞入佢嘅嘴入邊，至少我希望都唔好咁啦。上個星期，喬許李奇特把舌頭黏在拉尼凡伯格嘅嘴巴上，我由近距離睇得一清二楚，因為佢哋2個就靠住喬許嘅置物櫃，而我嘅櫃子正好喺佢隔離，我真係有啲想嘔啊！不過如果喬許咁樣錫我，我又應該唔會介意。有日我同莉莉去北格羅幫媽咪揀幾樣果酸產品，我發現喬許正喺收銀台等住埋單。我睇見佢竟然略帶微笑地講嗨，佢買嘅係基隆雪藍用嘅古龍水。我同店員都要咗一份試用品。之後返到屋企，只要我開心，我隨時聞到喬許嘅香味。莉莉講，喬許嗰啲天大中暑或什麼，一定係邊條筋唔啱勁。佢講，或者佢覺得係我好熟口面，但係如果冇愛因斯坦高中嘅專長做背景，佢點樣都唔會認出我嘅面㗎啦。莉莉問我，更何況學校裏最受歡迎嘅高年級生，點解可以同一個卑微嘅新鮮人好似我密亞塞莫波勒斯打招呼？但我知道呢啲同中暑冇關係。事實講啦，當喬許唔同拉娜或者其他孤群狗黨混在一起時，佢就係一個完全唔一樣嘅人。佢係嗰啲唔在乎女孩子係咪似個太平公主着8號鞋嘅人。佢係可以睇到呢一切，亦都深深睇到女孩子靈魂深處嘅人。因為嗰日北格羅，當我睇住佢嘅眼，我睇到佢嗰個極度敏感掙扎住想衝出牢籠嘅人，所以我知道莉莉講我想像力太豐富啦，仲有話將生活搞到好戲劇化嘅病態需要。
佢講：我唔爽我媽同吉老師出去就係一個典型例子。如果你真係咁嬲，咁你咪同媽咪講咯。妮妮咁講俾佢聽，你唔想佢同佢出街，真係搞唔明你啊麥啊！你成日喺度兜圈掩飾自己嘅感覺，你點解唔果斷一啲改變一下呢？你有權表達自己嘅感受㗎。唉，好啊。比如我有幾唔想我媽呢次約會俾佢高興得唔得啊？淨係呢一點就足以叫我放棄。最近佢成日煮飯，我可以覺得唔係開玩笑。琴日晚上大概佢好幾個月第一次做通心粉，當時我已經打開蘇西中餐嘅外送點餐單，然後佢講：哦，寶貝，不如我哋今日唔好食呢啲凍冰冰嘅麻醬麵，我煮咗通心粉。通心粉，我媽咪煮嘅通心粉，佢甚至照顧到我食素嘅權益，醬料裏完全係冇放肉，我真係俾佢搞到糊塗啦。代辦事項買貓砂，做完吉老師嘅代數學作業，唔好乜嘢都同妮妮講，去珍珠美術社買軟鉛筆、噴膠、油畫架俾媽咪嘅。世界文化報告冰島5熱2倍行佢，唔好成日諗喬許里奇特。跑一趟洗衣店，10月份嘅房租確定咗，媽媽已經存入咗爸爸嘅支票，再果斷一啲量胸圍。9月25日星期四，今日係代課上啦。我成腦都係諗聽日晚上佢哋約會嘅時間，吉老師會點樣把舌頭放入我媽咪個嘴度。我只係呆坐喺個位上睇住吉老師。佢問我一道實在好簡單嘅問題，我發誓佢已經替我解完全所有簡單嘅問題，好似驚我覺得自己被拋在後頭咁。但係我甚至完全冇聽見佢講嘢，我大概應咗一句咩話，然後拉拿凡伯格就發出佢嘅招牌音效，往我呢邊靠過嚟，一頭金色長髮，擦地掃過地我嘅台面，香水巨浪迎面撲嚟。拉拿邪惡地嘶聲講道：怪胎！只要佢講呢個詞嘅時候會拉長語調，感覺唔止係2個字咁，有啲似怪胎。點解黛安娜王妃有咁好嘅人會死於車禍，而拉拿呢種壞人乜嘢都冇事嘅？我唔明白喬許到底睇上佢邊一點。我係講冇錯，佢係靚，但係佢個人品好惡劣。難道喬許冇發現咩？不過或者拉拿對喬許都好好嘅，要是我都會啦。愛因斯坦高中裡面就屬於佢真係生得最靚仔。好多男仔啊，着起我哋套校服啊，簡直成個小丑咁。灰長褲、白恤衫配上黑色長袖毛衣或者背心，但係喬許就唔一樣啦。着制服嘅佢就好似着到 model 咁。我講真個，反正今日我發現吉老師有一對非常突出嘅鼻孔。你點解會諗住有一個突出嘅鼻孔家伙出去呢？lunch嘅時候，我問你呢個問題，佢話我從來都冇注意過佢個鼻孔。你仲要食嗰個包嘛？妮妮講我必須停止胡亂思想。佢講我對自己喺高中第1個月就可以攞到幾個 F 嘅事擔心過咗頭，並且將呢種情緒轉移到吉老師同我媽咪身上。佢講呢啲叫做移情作用。如果你最好嘅朋友相親就係心理分析師，有時都真係好乞人憎。放學後2位莫斯可為之醫師極力想好好分析我。我係講妮妮同我只係坐在客廳玩咗拼字遊戲，然後佢哋每5分鐘就會問一啲女仔啊，你哋要唔要飲斯拿多果汁啊？小朋友啊，探索頻道正好係播烏賊紀錄片噃。仲有啊，麥啊，你對你媽咪同代數老師約會有啲咩感覺？呢一啲問題，我咪答翻佢哋咯。我覺得幾好啊。我點解唔再強硬一啲？可是萬一妮妮嘅爸爸喺傑佛森超市或者別嘅地方遇到我媽咪點算啊？假如我同佢哋講實話，佢哋鐵定會同我媽咪講。我唔想俾媽咪知道我對呢件事嘅感覺真係好怪啊！我亦都唔想掃佢嘅興。最慘嘅部分係妮妮嘅哥哥萬可聽完呢段對話後，馬上笑到碌地。但我睇唔出呢件事有邊度咁好笑。佢講：你媽咪同法蘭克吉安妮妮約會啊！哈哈哈哈！好啊，而家連妮妮嘅哥哥都知啦，所以我只好祈求佢哋唔好泄露出去。萬可同我妮妮一齊上第5堂嘅特殊才藝課。
呢堂課真係天大笑話，唔好話太嘈。希爾老師根本唔知我哋中意做啲乜。佢亦都係愛因斯坦高中資優計劃嘅負責人，因為佢好討厭我哋喺上堂期間走出教師休息室，隔着走廊敲我哋。總之，萬可打算利用呢堂課搞佢嘅網絡雜誌爆爆頭，而我就趁呢段時間去補救我嘅代數成績。唔理點樣啦，克爾老師從唔到才藝教室裏嚟檢查我哋做啲乜，或者咁樣都好，因為大多時候我哋都會討論要點樣把嗰個新嚟嘅俄國小子，聽講係個音樂天才，鎖喺教櫃入邊咯。咁樣大伙兒就唔使再聽佢拉什麼史拉特文基曲啦。但係唔好以為我同萬可喺呢度波利斯配考司機，事實上仲有佢嘅小提琴企喺同一陣線啊！佢就唔會同我講我媽同埋吉老師嘅事出去。萬可只係一直講你要幫我做啲乜，塞莫波勒斯啊，你要攞嚟換啲乜，但係我根本冇辦法幫佢做啲乜。萬可莫斯可為之係高年級生，跟喬許里奇特一樣，一輩子只攞過 A， 同喬許里奇特都一樣，而且明年大概都會去耶魯或者哈佛㗎啦。喬許里奇特都係一樣。我攞啲咩人同你換啊？不過萬可唔係完美先生嚟㗎，同喬許唔一樣，佢唔參加校隊，就連辯論隊都唔識。萬可亦都唔會組織咩活動，組織信仰，總之一切咧都會跟住嗰啲組織有關嘅，佢都唔信，反倒嚟亦都將時間全日花喺自己嘅房入邊。有次我問妮妮，萬可到底喺入邊做啲乜？但係妮妮同我講，佢同爸爸媽媽對萬可一概都不聞不問嘅態度，只要佢唔想講，佢哋就唔問。我話俾你知啦，一定喺房間裏做炸彈啦，講唔定佢畢業惡作劇就係炸咗間愛因斯坦高中。萬可偶然又會走出房門，刻薄地挖苦我幾句，有時佢又會打赤膊咁出現。儘管佢唔熱衷有組織嘅運動，不過我發現佢胸膛都幾結實，腹肌都幾正。我從來冇同妮妮講呢啲嘢，反正我諗萬可早就厭倦我，只會幫佢留狗。佢隻狗啊叫巴夫洛夫，幫佢把空熱嘅開罐攞去食店退錢，呢啲係佢每個禮拜屋企做嘅嘢㗎。因為佢最後總會嫌棄嘅語氣同我講：算啦，塞莫波拿斯唔使費神好唔好啊？然後又走返入房。我問妮妮佢做乜咁嬲？妮妮又講佢因為對我性騷擾，可是我冇發現。妮妮講因為佢對我性騷擾，可是我冇發現嘅關係，好丟臉啊！假如有一日喬許對我性騷擾啊，括弧我希望，但係我乜嘢都冇發現，點算呢？哼！天啊！有時我真係蠢到死。唔理點樣啊，妮妮講唔好擔心萬可會講俾人哋聽我同吉老師嘅事，因為佢喺學校裏都冇半個朋友。然後妮妮又想知道我點解對咁在意吉老師嘅鼻孔咁突出呢？要盯住佢哋睇住我媽，又唔係我。我講抱歉，除咗星期六、星期日、國定假日同埋暑期以外，呢啲我嘅運氣冇計錯嘅話，我每一日由9:55去到10:55，每日下晝2點半去到3點半都會睇住佢。而且萬一佢哋結婚，往後我1個禮拜7日，每日包括所有重要日子都會睇到佢個鼻。9月26日星期五，莉莉莫斯可為之嘅超級水歌名單，寫於世界文化史課麥亞塞莫波拿斯評論。喬許里奇特同意6尺高超級點眼男，金髮總係迷死人嘅藍眼睛，仲有甜甜催眠般嘅微笑。唯一嘅缺點就係同拉拿凡伯格約會，真係品味好差。波利斯配考司機完全冇辦法苟同，12歲就喺卡萊基廳演奏小提琴，亦都不足以作為帥哥嘅條件。更何況佢成個鄉下佬咁，成日將制服毛衣紮入褲子裏。波爾斯布勒斯南史上最讚嘅詹姆士龐德唔同意，我比較中意提摩西達頓。大地英豪嘅丹尼爾戴勞爾斯同意唔理咩事佢都有辦法活落嚟。英國威廉王子廢話，咁呢個唔使講啦。鐵達尼號里安納度或者都有啲過氣啦。維頓女師校隊教練仍還仍幾靚仔嘅，已經死咗啦。不過我替佢嘅克雷王夫人開教室休息嘅門樣子。
時代廣場嗰個牛仔褲巨型看板女嘅家伙，完全唔同意佢係邊個呢？應該有人特別為佢寫過一出電視劇啩。方若女醫情嘅昆恩醫生嘅男朋友，後來佢到底點呢？佢真係好靚仔啊！約夏貝爾小提琴家完全唔同意同音樂家約會一定超爆啊！但係唔包括波里斯佩考斯基。還是星期五，爸爸打電話嚟，我啱啱就係量緊個胸。阿根兒冇諗到媽媽同代數老師出門嘅約會嘅事，唔知道點解我講咗大話。我同爸爸講媽咪喺畫室嗰度，呢個感覺真係好奇怪，因為爸爸明明就知道媽媽同人哋約會，但係為咗某種原因，我冇辦法同佢講話係吉老師嘅事。今日下晝我喺吉老師嘅強制輔導課練習代數運算法則嘅時候，第一數與第一數嘅相乘，最外數兩兩相乘，內則兩兩相乘，第二數與最後數相乘。哦，我嘅天啊！到底咩時候先會現實生活裏用到呢啲代數運算法則啊？我真係想知係幾時啊？唔通我買條菜嗰陣時啊？吉老師突然同我講：乜啊？希望你唔會介意我去拜訪你媽咪，社交上嘅拜訪嚟嘅咋。因為某個緣故，佢一秒鐘以為佢喺度性交上拜訪，唔係社交。我發現自己塊面越嚟越熱，就好似着火一樣。然而我講唔會啊，吉老師，我完全真係唔介意啊。然後吉老師就回我：因為假如你覺得好困擾，我哋都可以傾一傾。我諗佢大概都估到我講大話，因為我塊面紅晒。但我就繼續同佢講：我真係唔介意啊。我係講冇錯，我係有少少困擾，不過冇所謂嘅，真㗎。你哋只不過係約會啫嘛，我做乜為呢一啲小約會嬲呢？呢時吉老師講：哦，乜啊？我唔知道呢啲會唔會只係小約會，我真係好中意你媽咪啊！我嘅腦筋真係一片空白，霎時真係聽到自己嘅回答。不如你最好講啲真啦，因為假如你將佢搞喊，我一定會踢你個 pat。哦，我嘅天啊！我唔敢相信，我竟然同老師講踢佢個 pat。呢兩個字，我嘅面更加紅。我以為佢已經唔可能再紅，點解我唯一一次講真話，我自己惹到一身麻煩呢？不過我確實對呢件事真係覺得唔舒服，或者妮妮嘅爸爸媽媽講係冇錯。然而吉老師都好型嘅，佢滑稽咁笑咗笑講：我從來冇諗過要讓你母親傷心㗎。假如我真係搞喊佢，我應承你，你可以踢返我個 pat。所以呢種事搞定咯，勉強過。總之爸爸電話裏嘅聲音聽起嚟都怪怪，不過佢嘅聲線都係好怪㗎啦。我聽見海水唰唰唰唰嘅聲音，越洋嘅電話線塞爆啦。呢啲我哋兩個嘅神經都好緊張，好似有條魚或者其他東西喺度偷聽我哋講嘢，而且爸爸根本唔想同我講嘢，佢想同媽咪講啫嘛。我估大概有人過世啦，佢想叫媽咪好好同我講，或者係祖母啩。從舊年嘅夏天到而家，我嘅胸部一啲都冇生性過。媽咪講完全冇錯，我唔似佢由14歲開始就突飛猛進，講定我永遠都唔會再爆㗎啦。至於我嘅胸部更加唔會，我只會狠狠地往上長，不係往外長。然後我班上，然而而家我係班上個頭最高嗰個女仔。咁都好嘅，萬一有人邀請我參加下個月嘅多元文化舞會，係邀請我根本冇辦法着無肩帶洋裝啦，仲有個胸部撐住，我邊有個胸撐住啊？待續，各位晚安。